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在地人在地情。咱的政府发夜市的抵用券，为去年的9月16到今年的2月底为止，将近半年来，高雄各夜市啊反应拢真好。像这个六合夜市，都收到5000万的抵用券，自强夜市嘛收大约500万。摊贩是希望政府会当个加码来发放。 无用咧算正一张一张的夜市抵用券，甚至也搁用机器帮忙算。这是高雄六合夜市政府对2019年9月16发放夜市抵用券，使用日是到2月底，将近半档的成果，摊商拢讲赞。消费券一暗拢上少30万起跳，全部收来500万张的，增加有3-4成以上。 高雄六合夜市收5000万的抵用券，自强夜市嘛收大约500万。抵用券哦，讲食1000块，啊补助200块，啊这夜市啊吼，你讲要食1000块去的机会较少啦。希望政府哦用消费券啦，唔好用抵用券啦。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，全台夜市生意嘛拢受到影响，摊商希望政府会当搁再加码，至少会当补贴防疫期间的损失。